好，来继续来看这国内疫苗研发有上新的进展。最近叫做高端的疫苗厂，今仔日来公告，已经通过卫福部的核准，会当来执行着新冠病毒的疫苗第二期人体临床的试验。这嘛是台湾第一间核准执行着二期临床的疫苗厂。卫福部长陈时中嘛来讲疫苗上新的进度。相关疫苗的情况。好，那我们现在当然本来就采用了大概国际投资，那厂商购买，那国内自制，3个方向来进行。那我们现在指挥中总共到现在我们总共在手上应该是有把握的将近2000万剂。那包含 COVAX 的476万剂，那 AstraZeneca AZ 的疫苗1000万剂，那另外一家在最后 final 的确定那是500万剂，那最早可以供货的期程是110年的3月，那相关疫苗所需要的一些不管冷链运送都已经在我们的一个正常规划中，这不会形成我们的困难。那另外还有几家我们持续在买，我目标是要超过3000万剂以上。但是中共这个指挥中心购买欧美的疫苗将近2000万剂，预期上早供货时间是明年3月。这个疫苗所需要的冷冻系统嘛已经在规划。另外，这高端讲因开发的这支新冠病毒的疫苗是甲美国卫生研究院共同合作开发。这个第二期的临床试验，若是顺利完成，将会当来生产到大约100万剂疫苗，予台湾的民众来使用。